開始之前，簡單聲明，本影片只係個人觀點分享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大家好，我係 Funman101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對黃金、白銀同比特幣嘅最新睇法。另外，亦有人問我，早排陳志嘅比特幣被沒收，會唔會影響加密貨幣嘅投資邏輯？今日我會用一個比較宏觀、資金流同政策角度同大家拆解清楚。先講黃金啊，其實我喺2025年10月31號已經寫過一篇關於黃金嘅分析。當時金價回調大約1成，市場好多人開始擔心黃金係咪見頂，但我當時嘅判斷係黃金係2026年仍然有上升空間。到而家回望，金價嘅走勢基本上印證咗當時嘅睇法。向前睇，我仍然認為今年黃金嘅大方向係牛市。當然，中間出現一啲健康回調，其實好正常。其實背後原因好簡單，特朗普政策令美元走弱，同時間其他國家為咗降低對美國政策嘅依賴同埋風險，佢哋開始減持美元，增加黃金作為儲備。呢個唔係短線嘅炒作，而係一個結構性嘅基本面轉變。至於白銀，我嘅睇法就係比較保守。近期白銀價格升得好急，但我認為呢一輪上升更多反映市場情緒，而唔係出現咗好似黃金嘅結構性需求改變。有人話白銀上升係因為 AI 發展帶動電力需求，從而推高太陽能相關需求，但我唔認同呢個睇法，因為 data center 嘅主要能源需求其實唔係太陽能，而且呢個方向亦都唔係目前美國政策嘅重點，所以白銀暫時未見到一個可以長期支撐價格嘅結構性因素。基於呢一點，我認為白銀未來出現較大回調嘅機會其實唔低。如果白銀嘅市場情緒降溫，反而有機會令資金流向其他被低估嘅資產。呢度我會睇好比特幣同以太坊。另外有人問，陳志嘅比特幣被沒收，會唔會影響加密貨幣投資？我嘅答案係唔會。依類事件其實唔係發生第一次。美國政府過去10多年已經多次沒收罪犯嘅比特幣，市場早已將呢啲視為常態操作，亦都冇因此動搖比特幣本身嘅價值。比特幣嘅核心係去中心化、去金融化、自我託管，呢啲特性唔會因為個別沒收事件而改變。今年2026年1月14日，比特幣一度衝上接近97,000美元，主要原因係市場憧憬 Clarity 法案有機會通過，之後價格回落，亦都係因為法案延後，反映市場其實係受政策預期同資金情緒主導。歷史多次證明，一旦美國加密監管方向變得清晰，往往會成為比特幣同以太幣嘅重要催化劑。再加上市場關注嘅後任聯儲局主席 Kevin Walsh， 雖然佢喺貨幣政策上立場偏向審慎，但對穩定幣同區塊鏈創新嘅態度比鮑威爾更加務實，並非全面排斥加密科技。綜合政策走向同市場結構嚟睇，
我對加密市場嘅中長期前景仍然保持樂觀。我都認為今年仍有機會出現牛市表現。今集分享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幫助，歡迎加入 Fundman 101，掃描畫面上面嘅 QR Code 加入我嘅 WhatsApp 群組，我會第一時間分享市場觀點、投資思考同重要更新。你亦可以追蹤我嘅 Facebook 專頁 Fundman 101，所有影片同文章都會喺上面持續更新。多謝你收睇。